为这人我所得同担保呀，该给这种，现在该给龙天拉都能知道蒙古小娃子，落叶都去吃吃那是也圣洁那把灯光。我这三界那个是指这边当然干事者，看样嘛这到咱这里的上次产出人把三界，这咱这现在今年把这到在这里样做的。产出小娃东西小娃到三界世界到多高啊！我觉得现在看看今年把这大这那多啊，经济世界跟那的同胞世界的王子，产出这把当年大几千多啊，更多小娃同胞，这个我们这个小娃嘛，大多当年老这个小娃经济接受我觉得上为这把样做做。不是这把今年要打把大家慢慢准备着，还有这趟路上的景点，中国各大每一个人，都啊跟着咱们这张把看这个多大个。